來關心天氣，北緯即馬已經變作是強烈風颱，目前佇咧高原片東南東平3000多公里的海面。氣象署講，北緯要繼續佇咧增強，估計佇咧後禮拜四會來到台灣的東南邊，了後就會轉彎上北，時到可能會發布風颱警報。咱若花蓮萬里溪房山湖勘查的人員，嘛因為風颱瓦近，今仔日提早落山。空軍直升機將9人吊掛平安送落山。花蓮萬里溪房山湖深山特遣隊原本初五完成5天行程，不過因為風颱要來，提早1天撤退。不過伊完成功找回真濟項關鍵地質資料，包含近距離空中翕、逆流口、馬蹄甲水頭地形，將要河區上新狀況。目前它的水位蓄水量在278萬立方公尺哦，距離我們現在的一個總容庫量的預估值510萬立方公尺。大約佔了54%，湖區的壩體沒有明顯的滲流，也沒有異狀。今年第9號風颱北緯已經增強做強烈風颱，氣象處表示，北緯風颱初時下晡佇個高原片東南東平3300多公里海面對流結構正巴雜，未來可能繼續增強，有個初九下禮拜四接近台灣東南邊海面，初十下禮拜五受風颱外圍環流影響，北部宜蘭山區有局部大雨、大水雨，其他地區落雨也增加，不排除發布風颱警報。北部宜蘭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，尤其山區可能有局部豪雨，因為無論它距離遠或是近，風向來說是偏東北風到偏北風的狀況之下，這些北部山區、宜蘭等等地方雨會比較明顯。氣象署強調，風颱後續路徑會受太平洋高壓勢力影響東北，不過東北角度要看高壓強度來決定。目前依然有正大的不確定性。下禮拜三初八之前，各地天氣依然是熱天天氣形態，高溫較熱，西半部高溫差不多33到36度，內陸地區大部分地甲華東中國可能有36到38度。天氣民眾愛加啉水，注意上新的氣象資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